係我係爭3日先投到票啦，咁到最尾啲 day 3都冇得揀嘅。咁到622電子投票嘅時候咧，咁我夠稱啦，終於有得投票啦，咁我唔使即係咁喺度話我未夠稱，請幫我投票啦，咁唔使呢句啦，可以自己直接行入票站度投啦。咁我諗其實每一個夠稱嘅人或者係佢真係關心香港嘅人，其實今次都好應該出嚟投票啦。因為當你自己能夠去到決定香港未來，能夠決定香港嘅普選係點樣行落去嘅時候，我諗即係最主要一句就係話喺台灣嗰陣時咧都會講話自己國家自己救，但係翻返嚟香港就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選票自己投咯。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話我都係鼓勵啲未投票嘅朋友繼續快啲去投票啦。咁因為呢一個選票係得來不易咯。因為你要有權去到決定香港命運嘅時候，其實個機會唔多噶嘛。對上一次你真係一個直接民主嘅參與方式，其實已經係4年前嘅5區公投嘛。到4年後嘅今日，如果有一個電子公投，俾你自己去到親自決定你要一個點樣政改方案嘅時候，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把握機會咯。跟住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可能有一啲比較溫和嘅市民或者係比較溫和嘅政黨，佢會覺得其實咧呢個選舉入邊有泛民嘅候選人入到閘，咪搞掂咗咯，咪冇晒問題咯。但我諗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中央一路以嚟所講嘅就係話，佢覺得要啲愛國愛港啊，實際上係愛國愛黨啦。咁第二樣就係唔能夠對抗中央嘅人先入閘啊嘛。即係中央不斷喺度 set 呢啲嘅底線嘅時候，其實你每一個嗌緊平反6·4，每一個嗌緊結束一黨專政嘅人，原則上你係對抗緊中央嘅喎。咁所以我諗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唔好成日有一個錯誤嘅幻想，就係覺得你不斷嚟到退讓，中央就會接受你嘅訴求咯。而呢個中央係非常之強硬嘅時候，我諗唔需要去到做任何嘅讓步，諗住去到換中央都有啲嘅退讓咯。因為呢個係一種不切實際嘅想法咯。即係既然其實中央都無心談判、無心讓步嘅時候，我諗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講緊我哋要即係放棄嗰種能夠有商有量嘅幻想，而係真係要準備有一啲嘅直接行動咯。因為如果你純粹係行埋張談判桌上邊，你冇任何嘅籌碼，即係中央係唔會蘇你噶嘛。即係你玩啤牌，你去到可能都需要一啲嘅籌碼，需要一啲靚牌，你先能夠讓到你對手投降嘅時候，我諗喺政改都一樣咯。你都係需要可能透過一啲公投嘅數字，或者係一場佔領運動嘅人數，然之後中央先會有一個讓步嘅空間，佢先會即係可能好俗咁樣講叫淆底咯。咁所以希望即係唔好泛民議員唔好成日抱住一種嘅好理想、好天真嘅諗法，就係覺得我退讓中央咪會讓一人讓一步，大家好咯。即係事實就係講緊林鄭一早都出嚟同我哋講，我哋當日可能去港大去到同阿林鄭想去到回應6·2電子公投嘅結果嘅時候，佢都好明確同黃之鋒講：我同你咧其實係冇商量嘅空間㗎。咁你會見到其實政府嗰種嘅強硬，佢唔係諗住同你有商有量咯，佢係諗住可能霸王硬上弓，揀去到推一個假普選嘅方案嘅時候，究竟香港人係咪需要將自己嘅底線不斷退讓，還是係真係可以即係多少少心理準備做一啲直接行動啦？我諗呢個都係值得大家諗。呢個係啊，我同意啊。你講先，你冇咩講好啊？社民連嘅。唔係即係因為大家都係咪霸，所以我都係講兩句即係走人啦。唔係首先就即係我諗我即係回應啊頭個6·22嘅公投先。就其實咧我都有投票，但係咧我就唔係咁即係覺得呢個公投都係我唔係咁支持嘅，但係都即係冇，既然係搞咗出嚟咁，都支持去投票啦。咁點解唔係咁支持咧？因為我哋社民連咧過往就係舉辦咗一個5區公投，就係即係由啲議員去辭職，實實在在係喺即係搞一個辭職公投俾人去票站投票啊嘛。咁如果我哋而家去到用電子公投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倒退，咁咪搞出嚟啦，咁咪咁我都參加下啦，咁解嘅啫。但係嗰個電子公投有咩嘅問題咧？就係其實我哋講緊，如果公投同埋一個民意調查咧，係嚴謹性非常之不同嘅。點解咁講啊？嗱，譬如我哋香港嘅公投咧，其實就係選舉啦。選舉嚟講，其實如果係一票之差，已經係決定咗一個議席㗎啦。但係如果你話一個民調嚟講，一票之差，其實
係喺民調嚟講咧，統計學上咧係冇分別嘅，係分別係接近零嘅。咁所以即係而家我哋見到電子公投，佢嘅個名係叫公投，但係有好多嘢係即係唔能夠去到公投嗰個嚴謹性。即係譬如好似學民思潮嘅朋友仔咁講，喂，如果你話喂假設你係未夠18歲嘅，咁你哋投唔投得票咧？咁啊，梗係唔得啦！唔得嘅原因係咩啊？因為你誠實咯。但係如果話有一位喂冇你咁誠實嘅朋友，未夠18歲，一樣去投票話，喂，我話俾嗰個電腦聽我夠18歲，咁得唔得啊？呢個就可能得啦，因為我實在係唔知得唔得，但係可能得，因為鍾庭耀話呢一個系統係建基於大家誠實去做。點解要建基於大家誠實啊？因為不能夠防止大家嘅唔誠實。因為點解唔能夠防止大家嘅唔誠實啊？因為係一個民間公投啊嘛，好簡單。鍾庭耀冇全港市民嘅身份證號碼啊嘛，咁我求其輸入一個身份證號碼，咁佢核對唔到我呢個身份證號碼就係我本人嘅喎，係咪？所以喺呢啲咁即係唔可以話荒謬嘅，即係喺一個即係民間公投，人力物力都係好有限嘅情況之下，我哋只可以搞一個非常之接近民調嘅一個所謂公投咯。所以共產黨會點樣去應對呢？即係而家都陸續係會出咗嚟，就話去不斷去打擊呢個所謂公投嘅可信性，或者係個投票嘅真實性。好似周融都講啦，或者其他嘅即係愛港力啊嗰啲，都不斷喺度批評公投嗰個係咪真係有70萬人啊？點啊咁樣。咁而去到最終嘅結果就係話，呢一個公投可能喺大眾市民嘅心目中，只會係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規模嘅，或者係非常之比較為係多 sample， 即係多樣版嘅一個大型嘅民意調查，就未必去到大家認受嘅真係所謂一個公投嘅狀態。咁唔好意思啊，我好快啲咁講完。咁所以嗱，喺我哋冇一個有非常強力嘅第二步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嗱頭先所講嘅直接行動係可以做嘅。第二樣嘢亦都可以做嘅，但係我見唔到有好大機會嘅就係再進一步係應該要搞一個辭職嘅公投，係堵塞而家建制派或者共產黨對於而家呢個電子公投不足嘅批評。嗱，其實而家我哋搞電子公投咧，係相對比以前簡單咗。問題就係話有冇議員肯做？只要一個嘅超級區議員辭職，就可以搞一個係實實在在嘅補選公投，係一個 de facto， 即係實質上嘅一個嘅公投嚟嘅。咁我最後講多兩句咧，就係話我好唔想回應啲人對於公投嘅批評。點解唔想回應咧？因為實在太弱智。但係我覺得都有需要去回應。第一個就係話呢個公投非法嘅。如果你話呢個公投非法嘅，喂，好簡單啫，即刻拉晒鍾庭耀啊，拉晒戴耀廷啊，唔好喺度再齋噏啦，即刻去拉晒佢哋。咁而家唔拉，點解先？好簡單咯，唔係非法咯，合法咯。第二個問題，第二個批評就係話，公投冇法律基礎喎，基本法冇寫喎，好似咁樣。喂，大家今晚都要食飯㗎，大家今晚食飯，基本法有冇寫喺度先？冇啊嘛，大家去唔去食飯啊？咪都要去係咪？大家去食飯會唔會俾人拉啊？唔會啊嘛，係嘛？好似阿 Sir 坐喺度聽我哋講論壇，基本法有冇話阿 Sir 可以坐喺度聽我哋講論壇先？冇話啊嘛。但係阿 Sir 會唔會俾自己嘅夥計拉啊？會，係咪先？呢個好簡單。個問題，佢話：喂，大佬啊，我食飯都要法律基礎，我表達意見都要法律基礎，我投個票投個電子公投都要法律基礎，真係
即係咪食咗屎啊？即係同埋咧最大鑊嗰下咧，即係以呢個嘅公投咧已經唔係5區嘅總辭變相公投啦，只不過一個電子投票系統咧已經嚇到中央好驚啦，即係佢要用13億人嚟到答你話，喂，未問過13億人未啊？即係你會見到其實中央都咬緊底啦自己。佢自己問咗13億人先啦，係咪？共產黨問咗13億人，共產黨嘅統治有冇一個認受性先？嗱，第三個問題呢個就係阿袁國強講啦，佢話即係負責任嘅政府係要依法辦事，佢話要聽市民嘅意見，更加要講依法辦事。即係我聽到呢啲真係覺得好唔開心嘅，因為我哋以前呢，我好少聽到官員話依法辦事嘅，但係近來就越嚟越多，即係大鑊，即係好似大陸啲官成日講依法辦事。點解啊？因為大陸啲官唔依法辦事啊嘛，咪要用口講咯。香港人以前香港啲官點解唔講依法辦事啊？喂，大佬啊，依法辦事唔係口講嘅，係做出嚟噶嘛。你嘅行動唔合法，咁咪拉你咯，許仕仁咯，係咪？廉署咪告你咯。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好多依法辦事唔係做出嚟，係講出嚟嘅。我真係想問共產黨或者建制派，臨時立法會基本法有冇寫喺度啊？臨時立法會啊，基本法有冇寫落有臨時立法會㗎？咁臨時立法會違唔違法啊？嗱，臨時立法會冇寫落基本法，而家一樣做咗出嚟啦，已經係歷史㗎啦。共產黨你話合法？公民提名係冇寫喺度，咁你就話而家話喂唔符合基本法喎，我哋要依法辦事喎。喂，你唔好講唔好呢樣，第一你唔好去搬龍門，唔好喺度不斷係喺度即係改變邏輯先得㗎。個問題好簡單，而家我哋所講嘅依法辦事係依咩法先？我哋嘅依一個法律係叫基本法，呢個基本法係由共產黨搓圓撳扁，佢話點樣違法就係違法，佢話點樣合法就係合法。臨時立法會一個垃圾嘅一個僭建嘅一個組織，佢話合法嘅。而家我哋公民提名點解係違法啦？我真係見唔到。好似舉個例，如果我哋全港嘅市民10個人提名選，就可以提名一個人選區議會。區議員就係公民提名做出嚟嘅，區議員嘅選舉違唔違法？唔違法啦，係咪？100個選民可以提名一個立法會嘅候選人，呢個就係公民提名啦。立法會選舉違唔違法？都唔違法啊嘛，係咪？但係而家我哋講緊特首選舉，佢話公民提名就違法喎，基本法冇寫喎，唔得喎。喂，大佬啊，呢啲咩道理嚟㗎？嗱，其實我記得羅文思潮亦都有提啦。喂，你將個提名委員會就擴大到全香港300幾萬嘅合資格選民，咁咪得咯？咪變翻10個人提名區議會，100個人提名立法會，咁你咪1000個人提名特首咯，或者1萬個人提名一個特首候選人咯，有咩問題啊？違咩法啦？我真係見唔到。我講到咁係咁多啦。學文真唔好講完，台下好似有佢想發問係嘛？因為咧而家咧就有一位內地嘅自由行嘅朋友，佢就係13億分之一，佢咧就特登咧落嚟香港咧就係要嚟香港示威嘅。而家中國13億分之一係冇示威嘅權利。而家咧佢就希望借用我哋香港嘅大氣電波嚟話俾中國共產黨知，我哋真係13億人，唔係個個都咁妥你啊，唔係個個都乜嘢㗎。我哋13億人都想公投係可以喺內地實行。你哋喺度講咗咁耐咧，人哋等咗幾耐啊？原來時刻都唔俾人講嘢，喺度話我威霸，你有冇搞錯啊？好了，現在請呢啲的自由行嘅朋友過來講兩句，中國共產黨什麼樣的無恥？好。那個各位老師在上面講了很多，就是關於咱們普選方面的一些規則
还有就是说更加公平这方面讲了很多。但是我们前两天是《环球日报》在上面写了，就是要13亿那个公民出来，不是公民，是居民，对，13亿居民出来投票。其实我那个是71年出生的，到现在也差不多30快40岁了，但是我还没投过票。所以的话，这个13亿的代表我不知道在哪里，肯定是他们在他们手上。所以你要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合法性那个就不要太相信了，他们只是拿出来说一说，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但是我觉得香港社会它是一个独立法治的社会，是一个有独立自由精神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的话，香港很多事情的话，应该让香港的公民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从现代文明社会的那个实践来看的话，就是每一个社会一个法律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包括政府它的权利都是来自每个公民的授权，它的所有的它的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就在这里。所以的话，就是说每个市民站出来，就是选择自己的首席执政官的时候，他是要每个公民授权，他才是合法的。我说香港的居民就是说有这个能力，因为香港它是有一个自由传统的，每个公民相对来说他懂得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一个个人的一个权利之间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传统在这里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能够使香港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所以我之前在大陆的时候听说在晚上就要要举办一个公投，所以我特别从那边赶过来。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问，他就说你是不是去支援香港？为了香港而来的。其实我当时是这么回答他的，我就说我不是为了香港来的，我是为了自由而来的。因为每个人的自由，每个社会的自由都是人的基本权利。只要人一生下来，他就有自己的那个基本权利，自由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所以的话，就是说每个地方它的基本权利，其中包含了这个政治选择的权利。就是说每个香港的公民，他这个权利是应该要得到保障的，因为这个法律就是一个社会总的契约。所以的话，这个社会它是按照契约来运行的，不是按照别人的指定，别人给你附加的一个东西，然后让你去选择。香港人要用自己的手去选择自己的首席执政官，去让这个执政官去承担，为香港的社会创造更多的福利，创造更加繁荣的经济环境跟社会环境。对，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汇报一下大陆那边的情况。因为大陆那边的话，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像公民运动的圈子，很多朋友现在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慢慢的都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们的抗争的方式跟香港这边的抗争方式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因为之前有一小部分人出来，就是说香港这边的抗争，它是一个在法治的这个条件下进行抗争的。所以香港的话，就这个抗争，它的成本，不管是从哪个方面，社会成本还是其他成本，都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从大陆就是说民主自由运动开始的话，我们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就是说基本上失去了他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我们要把他自由夺取过来的话，就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这个代价本身就包括失去人身自由。现在很多在公民运动里面圈子里面的人越来越多的被投放到监狱里边去了。所以的话，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香港人应该要在逐渐失去自由的这个环境下，要足够的警醒，时刻的就是说用自己的有这种意识去出来把握自己的方向，不要去就是说好像现在跟我没有关系似的。其实是
这个政治权利是一个总的一个社会框架，如果这个框架没有搭好的话，它的福利是影响到每个人，包括你现在还有你以後的子子孫孫。好啦，阿快啲，你聽到幾成啊？你答。自由最緊要自由啦，我聽得出啦，即係我今日啱啱睇咗阿牟宗三一本書喎。我有一句我特別係想今晚講下嘅，佢話西方社會嘅民主係咩咧？其實兩個字，一公道，公道就係民主啦，公道自在人心，即係話喺人嘅心裏面咧，即係天人合一啊嘛！你知啦，牟宗三嗰啲新儒家嗰啲講，喺公道嗰個公道之心咧，就係普遍存在喺人心裏邊。所以民主呢啲嘢真係唔需要多講。所以打壓民主就係違反人性，基本上我覺得嚇。所以即係你話，即係中國共產黨話要愛國愛黨，頭先講係嘛？即係愛國愛黨嘅人先可以做特首，其實即係話要違反人性嗰個人先做得特首，咁你死梗啊大佬！香港仲唔夠衰，仲要世世代代一路食咗一個政改方案，而選嗰啲人呢，選出嚟嗰啲人一定要全部違反人性，先至可以選得去做特首嘅。你話死唔死？你話真係，你話唔出嚟唔得啊！真係今次啊，係嘛？要謝謝那位大陸的朋友，因為你有勇氣站出來說這一番說話，你可能有危險了，所以香港的朋友一樣，我們爭取這個普選30多年，到今天我們發覺，真的必須公民抗命才能達到，所以可惜的就是香港人到今天這個地步還是不太團結，表面上的團結有，可是暗地裏的明爭暗鬥啦，利益的有關的議題都是把整個運動扭曲了。不過，無論怎樣都好，我們希望香港人能夠給大陸人看到，你一定要站出來，真正的普選，真正的民主，你不爭取，你爭取不一定能得到，可是你不爭取，你一定得不到。所以，我啲普通話係咁多啦嚇，咁就其實我哋都正話講咗咧，就係香港人到發展到今天咧，我哋真係正話好多位朋友都講過2個字嘅啫嘛，群眾力量嚟噶嘛，群眾嘅啫嘛，即係無論係203，無論係2012反洗腦，到今天70幾萬走出嚟去投票，我哋需要嘅其實就真係群眾嘅力量。而喺7·1，我哋當然再呼籲啦。7·1遊行呢，我哋希望投個票嗰70幾萬人都跑出嚟，好唔好啊？好！70幾萬人，我哋都要走出嚟，讓共產黨、讓特區政府睇到，同時要讓嗰啲所謂泛民議員都睇到啊！係啊！你哋唔好亂嚟啊！亡黨運動啦，做咩？70幾萬人去爭取一個公民提名。你居然可以喺立法會度去賣咗我哋嘅爭取咧，你哋小心啲。阿韓老師係咪淨係行出嚟行個圈咁咧？梗係唔係啦！嗱，今次其實咧，不過又係好好笑嘅。佔中三子咧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唔好佔中，唔好佔中。今次唔會佔中啦，因為佢話仲未係適當嘅時機，仲未係適當嘅時機。咁就學民思潮啲朋友咧都有少少同意，因為佢都認為而家到發展到今天咧，我哋都俾戴耀廷嗰個佔中運動，無論我哋點樣同唔同意佢也好，覺得佢究竟有冇搬龍門也好咧，其實成個香港嗰個意識形態咧就已經俾佢騎劫咗㗎啦，我用騎劫2個字啊！即係無論我哋點樣都好咧。今次嗰個團結，其實好多時係含淚地團結嘅，含淚地團結，而希望能夠真係7·1呢，未必係要佔中嘅適當時機，因為佢戴耀廷講咗就係話係要等政府出個方案，出咗方案，等共產黨出咗方案，到時又
公投，辭職公投啊，何俊仁辭職，係啦。係咁到時睇下香港人揀咗邊個方選唔選案。翻何俊仁入去？係啦，係啦。咁呢個又係我哋7·1嗰個行動，但係政治一日都嫌短啊！即係好多變化、好多變數嘅，我哋估都估唔到70幾萬、80萬人投票嘅。咁當然今年嘅7·1會發生咩事呢？我哋未可以估計。但係無論如何，最重要嘅，我哋就係要堅持咯。可唔可以有嘢講？可唔可以？係啊，同埋咧，我哋一講到咧，即係7·1呢個問題，阿 Sir 幾咁聚精會神咁望住我哋，幾咁緊張啊佢。究竟7·1佔唔佔中？阿 Sir 你7·1嗰日咪見到我啦？你7·1嗰日問我，係啊，咁最重要一樣嘢，我諗其實喺成個嘅佔領中環運動入邊，我未必會用騎劫呢個字眼啦，即係我自己嘅諗法就係話，好多時大家都會去到可能支持呢個嘅公民抗命行動，但係我喺度諗一樣嘢就係話，大家對時機嘅判斷其實可以唔相同咯，即係未必需要就係可能大教授去到講一個時機之後，就然之後所有人都會去到跟咗，因為大教授其實自己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對於成個佔中運動冇一個人有一個壟斷嘅權力。如果係有人去到發動一啲另外嘅佔領中環運動嘅時候，其實大教授佢自己都尊重咯。咁所以我諗一樣嘢就阿 Sir 咧，你都唔使咁緊張嘅，即係一講起佔中嘅即刻飛望實我，又望手機望翻我哋，咁都係咯，7·1會見到你噶嘛，咁我哋7·1再講啦。寫文練冇乜嘢講啦，我簡短講啦。我近期咧嗱，大家拋下書包啦，我又拋下啦。咁咧就魯迅有一篇嘅小説就叫《弱》。呢一個《弱》就係講緊有一個革命黨人，佢哋俾人拉咗，就要好快就要喺刑場度俾人斬頭啦。咁但係好多嘅人就係揶揄啦，喂，呢個革命黨真係大膽啦！佢話大清嘅天下係我們嘅喎，喺度宣傳講呢啲咁嘅嘢喎，真係大逆不道啊！咁樣揶揄革命黨嘅人。另外有啲人就有一對夫婦。就個仔咧係有肺癆病嘅，咁就用錢去買一個沾滿革命黨血嘅饅頭俾個仔食，以為咁樣就可以醫翻好個仔啦。最終個仔都死咗。其實作為一個中國人，真係有一啲感慨嘅就係魯迅嘅年代，佢係啲人係揶揄革命黨嘅人。參與革命嘅人，去到我哋今時今日2014年，其實我哋香港社會好多人，亦都係對於採取激烈行動嘅好多朋友，都係採取一個揶揄嘅態度。我希望即係大家或者係嘗試去作出批評之前，或者批評啲人搞亂香港啊，或者破壞某啲嘢嘅時候，去諗下喂，以前革命黨嘅人佢哋點解要投身革命？點解要犧牲性命？今日我哋喺香港，好似呢位嘅朋友咁講，我哋喺香港相對抗爭嘅成本係低嘅，但係我哋進行抗爭運動都係要俾人拉嘅。阿 Sir 都係要監察我哋嘅，今日喺度講嘢，可能我都要俾人拉嘅。咁點解有一啲人冒住俾人拉嘅風險都要做抗爭嘅行動呢？大家去諗下背後嘅原因係啲咩呢？呢個可能就係一啲為咗公眾嘅利益，為咗係大家嘅共同嘅好處，去試圖盡一份綿力咁簡單嘅啫。嗱，我相信咧，在座咁多位嘉賓咧，都會有一個共同嘅做法。當廣場有人，我哋唔會